Hello，咁多球迷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呢集嘅甲講超聯，我係蘇雞。呢集嘅賽後評，終於同大家重溫少少北區對住港會嘅賽事啦。另外就係東方對住大埔嘅激戰啊！呢場港超聯嘅賽事啦，咁啊星期日嘅尾場天氣幾好啦，然之後亦都係創咗入場今季嘅新高啦。雖然都唔係真係話好多人2000零，但係算係咁啦，可以再多啲咯。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再多啲就開心啲咁解咯。戰情當然係激烈啦，咁3-3就絕對對得起啲觀眾嘅，相信有入場睇波或者有睇直播嘅朋友一定會覺得呢場波係張力十足，非常之精彩嘅。咁所以我都會同大家分享翻自己喺呢場波裏邊觀察到嘅一啲叫做論點啊，有人討論啲乜嘢啊，我自己睇法係乜嘢啊，咁樣都會同大家分享翻嘅。咁就呢個 weekend 出咗2段片啊，包括呢段就係第2段。咁上一段就李文對傑志嗰段咧，就你想聽翻嘅就上一段支持翻啦。咁講一切之前咧，亦都呼籲翻大家啦。老規矩 subscribe channel， 撳翻鐘仔就唔會錯過下一條片噶啦。俾個 like，comment 講下你對呢兩場波有啲咩感受，share 啲朋友仔睇下。課金支持小弟少少嘅支持多多嘅鼓勵，當然係無人歡迎啦。嚟緊好快又係下一段片啦，已經係週中啊精英杯4強啊，就係李文對住大埔嘅賽事係啦，咁樣咧就其實都會出片嘅嗰晚應該，咁嗰晚我應該會喺現場，咁到時就球場見啦，到時球場見啦。好，咁先講咗今集嘅賽後評內容先啦。首先略講下北區對住港會先，因為呢場波我就 PPV 我做直播嘅，我同阿大頭做直播嘅，咁其實就睇戲碼睇個名好似唔係幾好睇係嘛？好似好悶，好似好沉悶，完全冇內容係嘛？其實就唔係嘅。呢場波北區對港會其實幾好睇嘅，即係如果你有買 PPV 嘅睇嘅話咧，我自己講都覺得有啲開心講得，因為就係嗰種榜下游，大家差唔多實力，然之後硬困硬好多波好多瑕疵，但係又大家發揮小宇宙嘅情況之下，又踢到啲嘢出嚟喎，嗰種感覺嚟嘅。咁最後北區贏港會3-1，嗱，成個過程其實就開頭北區就踢得好順嘅，然之後咧港會就捱得住，咁又雖然北區係入波先，咁入咗1-0就黃偉國嘅入波啦，咁折射咗羅素，然之後入咗1-0，但係你話佢係咪好強勢咧？又唔係，有港會又好似捱下，又好似又得翻少少咁樣，咁又令到佢哋又死唔去。咁之後咧，其實就成件事嘅格局就係你打一段，我打一段，你打一段高位逼搶，佢又打一段高位逼搶，然之後大家嘅後防就你犯一次錯，我犯一次錯，睇下邊個把握到對方嘅失誤多少少咁樣啦。咁最終就北區嘅把握力好少少啦。咁黃偉國有咗2球啦，另外就有一個助攻啦。咁其實個觀賞性係幾好嘅，大家可以睇翻精華，睇翻呢場波嘅精華，就係見到黃偉國係2個入球都係唔錯嘅。第一個入球幸運成分高少少，第二個入球咧其實就要多得古道拉啦，喺下半場後備上陣啦，咁叫 chip 個波擺喺尾柱度，啱啱擺到佢頭頂，然之後黃偉國順晒個勢頂個彈地波，咁其實就成個配搭都係做得好嘅，個配合同埋時機都做得好嘅。咁第3個入球就艾利安嘅入球，其實嗰個入球都係幾妙嘅，嗰個入球都其實係黃偉國喺禁區頂，即係擺好晒態，諗住射門之際咧，其實原來係傳波嚟嘅，橫傳俾艾利安，咁就啱啱艾利安就空晒嘅，完全一個單刀嘅機會啦。咁然之後射翻反方向，咁嗰度就3-1就叫做係鎖定勝局。咁其實你話港會嗰邊係咪踢得好曳啊？唔算啦，因為佢哋嘅入球咧都係嚟自里奧啦。咁其實嗰個配搭係黎海都嘅長傳啦，俾提塞翻嚟中間，麥美倫幫隊友控咗個波之後，里奧後上抽入咁樣。咁其實成件事嘅配搭係甩咳少少，但係起碼個入球都係一個即係具說服力啦，都流暢過程啦。咁其實亦都見到里奧咧喺嗰個比賽裏邊咧，我見到雖然33歲，但係呢個球員係不斷都有成長，咁不斷都有喺個比賽裏邊有交到唔同嘅元素出嚟。咁如果嚟緊日子裏邊咧，真係可以轉到本地嘅話咧，講緊里奧，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好嘅元素嚟嘅，都係一個
佢未必能夠入到港隊嘅。咁但係如果作為一個本地球員去睇咧，我諗其他球會其實係用得着呢個球員，係好用嘅呢個球員，因為佢你見到咁大份咁高大，但係體能又好，然之後個踢法又算係比較犀利嘅咯，好有意識嘅踢整體啊，咁所以好球員嚟嘅。講翻北區嗰邊咧，就呢場波其實就較為搶鏡嘅就係艾利安啦，簡家亨其實都 OK 嘅，咁啊波比嗰邊就冇咁搶，咁另外就肯迪其實呢場波略靜嘅，肯迪啊唔算話好搶鏡嘅啫。咁另外就後備上陣古道拉應該就算係比較搶啦，啊古道拉一入嚟就喺個左路度做咗好多攻勢，佢比較搶。港會嗰邊咧，其實就除咗李奧入咗波之外，其他球員啊，史嘉利會係比較好啲咯，喺右手邊啦。咁因為佢嘅出波嘅質素比較好啲，成日都可以擺到禁區一個心臟地帶，咁所以令到佢哋嘅傳中個威脅度係會有上升嘅。其他球員比提就有少少孤掌難鳴啦，因為佢上咗去之後，佢又唔容易落得翻嚟啦。咁所以其實佢有時唔係好敢上咗去，佢上得去嘅波咧，其實反而咧都叫做幫到下手嘅比提啊。但係如果佢唔上去嘅話，就反而佢就咁後防打防守咧就平淡少少咯啊。咁其餘都冇乜太大嘅特別啊呢場波。咁但係都嗰個比賽嘅過程裏邊咧，你 feel 到嗰種混亂咧係幾有娛樂性嘅，所以我先話啊，其實都幾好睇幾場波。咁再加上呢場波，我同阿大劉喺個比賽裏邊互動都講咗好多好多狀況外嘅嘢，即係關於個球場啊，關於觀眾啊，關於球圈嘅一啲事啦，即係講咗一啲花生嘢，咁都我自己覺得幾好笑，我自己個人都覺得幾有娛樂性，幾好笑喎咁樣。咁就如果你冇睇到咧，就算係走咗寶啦呢場波啊！如果你有睇嘅話，你不妨可以論翻少少，應該去到下半場應該講咗好多無謂嘢。我好似仲有一個位係我差啲嗱，我自己做 live 咧，就即係無論係做足球直播啦，或者其他體育賽事直播啦，我話以前做電台直播啦，咁以前電台仲更加管得嚴添啦，因為有廣播叫做通訊事務局咧，佢管住啦，大氣電波啦，咁就對於你一言一行都係好嚴格嘅。我尋日嗰場波咧，就我算係我做廣播嘅生涯以嚟咧，第一次差啲破防，因為唔知講天文台嗰啲天氣嗰個位太興奮，我差啲破咗防啊！但係呢 which 就係我平時嘅係唔會去到呢個狀態，因為尋日太放鬆嗰個狀態，或者係太叫大家叫吹水嗰個狀態咧。有時有啲場波冇咩發生嘅，即係吹下水嘅，即係差少少破咗防，好彩冇事啊！連下大頭都 feel 到我差啲想破防，但係冇事，最後係冇事嘅，差啲破咗我齋缽啊！我係由2014開始開咪到而家，好似我都冇破過防，塔音嗰啲唔計啊，破防冇試過。OK， 嗱呢度唔計啊，呢度都唔計啊 ，YouTube 都唔計啊，即係講緊真係公眾嘅廣播啊，東網啊、港台啊，我話以前電台啊咁樣，咁嗰啲計，呢度唔計啊，呢度好似都冇，但係好似都直播做 live 嗰啲好似少少，即係 YouTube 直播好似有2次試過少少，但係其他有冇試過？呢啲少少花生啊，唔中意可以飛咗佢。我有分段章節嘅，你可以飛到去下個比賽嘅嗰個環節。好啦，其實就講到呢度噶啦，北區對港會。咁北區亦都恭喜佢哋啦，4連勝。Karl Sir 上任咗之後，亦都令到隊波嗰個信心強咗好多。啲球員喺尤其是前場嘅配搭嘅發揮咧，其實係具信心，同埋好肯做配搭，好肯做彈波，好願意去嘗試起腳射門，唔會患得患失嘅。而且球權分配幾好。前場冇話絕對有一個即係哇，一定係大佬啲波所有都俾晒佢。Even 肯迪都唔係攞晒所有球權㗎。其實羅廣威都有球權㗎。佢呢場上半場靜少少咯，但係肯迪都唔係話即係霸晒啲波嚟射，霸晒啲波嚟踢，唔係㗎。反而就其實兩邊嘅側擊。即係黃偉國啊等等咧，其實都幾多球權，艾利安都多球權啊，咁所以其實係健康嘅件事。帶頭喺直播裏面提到一樣嘢就係話，佢認為Karl Sir 咧教波未必係咁叻，但係咧
嗰個叫做能夠俾到一啲信心啊，能夠籠絡到啲球員，令到佢哋士氣上邊變好啊，激勵人心啊，呢方面係有啲辦法嘅。咁呢個我都其實覺得呢個都係好教練嘅條件之一。我多次指出就係話，除咗戰術叻之外，其實溝通都好重要。點樣透過溝通，點樣透過一啲人際關係同埋嘅社交手腕，令到你嘅球員去為你去賣命啦。咁呢啲都係一個好教練好必須嘅條件嚟嘅。咁 Karl Sir 其實係呢一排暫時嚟講係做得好添，所以北區先有4連勝，唔容易噶。下游球隊4連勝好難嘅，仲要你贏嘅球隊都有啲含金量啊。嗱，贏港會、贏傑志、贏九龍城，再贏多次港會。咁起碼贏傑志嗰場都有含金量啦。咁你再4-3贏九龍城嗰場又係都算係有說服力啦。咁所以都 OK 啦。咁啊，好啦，呢場就講到呢度啦。咁係時候咧就去到東方對住大埔呢場激戰啦。嗱，呢場波咧，我嘅選擇就係、我嘅講法咧，就係諗住 by points 咁去講嘅，即係每一個話題咁去講嘅，我就唔將場波由頭到尾講一次啊。咁就我今日我覺得話題都唔算少啊，都好多話題可以討論下或者傾下。咁所以我就撇去咗講比賽過程啦啊。咁排兵布陣都可以分享翻嘅。咁東方嗰邊排兵布陣就係巴科爾箭頭啦。咁其實就前邊就費利普薩又喺度啦，Timmy 又喺度啦。咁中場就有馬高斯啦、梁冠聰啦同埋梁振邦嘅。中堅係米祖域啦、卡路士，右手邊閘位係何爾，左手邊閘位係亞歷斯祖，門將係葉鴻輝。咁佢哋咧其實盧比度不嬲喺東方個安排都係變形嘅。嗱，佢都係變形嘅，盧比度都係變形。不過佢哋嘅變形係同其他嘅變形又有少少唔同啦。安排上面其實係睇你喜好。咁但係佢哋呢個變形咧都幾多時間喺邊路上面發揮。反而佢哋唔算太過執着要喺中路塞好多人。反而其實佢哋好多球員都走咗去邊路度幫手。尤其是其實係亞歷斯祖咧會係雖然係一個左閘啦，當佢一變形嘅時候咧，其實基本上佢會上到好前去幫費利普薩喺左手邊好兩個人會打好多 two man game 嘅互動喺度嘅。咁另外就右手邊啦，咁睇下人選係邊個啦？因為有時賓紀文同埋何爾一齊喺右手邊嘅話，佢哋會係輪流一個內收中場，一個壓上去踢右翼嘅。咁過往上場其實對住港會和波嗰場嘅東方，咁其實就係何爾會上中場，賓紀文上右翼咁樣。咁或者有時賓紀文去咗中場，何爾就衝上右翼噶啦。咁其實佢哋喺兩邊側擊嘅變換咧，其實都係多花款嘅。咁另外就 Timmy 其實佢都會有時中間啦，有時邊路其實佢都會幫手喺個翼鋒方面。咁另外巴科爾都係一個比較遊走啲嘅前鋒，所以其實佢哋都係流動性好高，唔會話有啲人唔可以冚上去，唔會話有啲人唔可以走到某啲位，唔係嘅。其實佢哋都係會好側重好多側擊嘅一啲邊路嘅發揮。咁又係另一個參考咯嚇，即係你睇變形陣式嘅呢度又係一個參考咯。大埔嗰邊啊，大埔嗰邊都係比較典型嘅排法啦。咁啊盧卡斯啦，伊高就左邊啦，馬卡雷右手邊啦。咁啊中場陳肇鈞啦，咁啊羅振廷，然之後就係華維迪都係中場嘅。咁啊韋法頓、李家豪就兩邊嘅閘位啦，中間就係杜國瑜同埋加比爾，門將就係謝家榮。咁佢哋都係過往咁樣噶啦。咁啊前邊嗰幾個又係集力量、速度、技術、射術、埋門、逼搶於一身啦。就係講緊盧卡斯、馬卡雷啦、伊高同埋阿菲力啦，即係我頭先講嘅元素喺呢4個裏邊基本上有晒齊晒㗎啦，即係好齊張，而且各樣元素都齊。咁呢個就係我之前提過一樣嘢，就係話有時可能你未必好細緻嘅配搭㗎，你將嗰幾個人擺晒喺度，佢哋自己有嗰啲元素咧，佢踢到啲化學作用出嚟㗎。其實大部就係有呢個情況咯。你唔可以話佢完全冇章法，唔係嘅，佢哋係有章法地去踢一啲比較簡單啲嘅波，而且亦佢哋喺球員之間個化學作用係好明顯嘅。好啦，咁就其實要講 topic 啦。topic 方面咧，就呢場波喺上半場嘅絕對嘅主角會係何爾啦，係嘛？開波好早階段，睇下幾早先。有好早階段啦，上半場好早嘅階段咧，就嗰個波咧，其實就完全冇必要輸啦，係咪？大家有睇就知啦，即係完全係喺自己嘅後場右路位置，想回俾後邊。可能佢以為後邊仲有個 last man 喺度喺中間，可能佢以為喺中間仲有個中堅喺度，
所以就諗都唔諗，望都唔望，直接向後傳。反而我唔覺得佢嗰球波係想傳俾阿輝嘅，因為如果想傳俾阿輝，應該個角度會再遠少少，或者力度再大啲。反而我覺得其實佢呢下位係應該想俾個 last man，但係佢嗰下應該係以為真係有隊友喺度，但係其實根本就係冇啊，或者佢真係嗰下腦筋轉唔到。咁有呢個情況，咁最後就盧卡斯接到個波單刀，咁盧卡斯其實處理得好冷靜嘅呢球波，好容易就可以令到阿輝判斷錯咗，唔好意思，個入球睇錯咗，應該係2分鐘咩30分鐘，唔係2分鐘，盧卡斯2分鐘嘅入球。咁喺呢度已經2分鐘就已經開咗紀錄咧，就令到東方其實嗰個心神係一下子咧有少少崩潰，同埋有少少分咗心，因為佢哋即係叫做準備咗咁耐場波，諗住落嚟就係同你拼一場生死戰，或者拼一場好勁嘅比賽，但係一開頭就咁樣失咗個波嘅話咧，其實對於佢哋嗰個信心嘅打擊係好大。你諗下，準備咗咁耐，大家就注視咗咁耐，集中精神搞咁耐，準備嚟啦。開波2分鐘同我搞啲咁嘅嘢，啲信心梗係突然之間咁斷崖式向下跌啦，係嘛？咁所以嗰段時間大埔係絕對把握到嗰個心理上嘅優勢，咁所以盧卡斯好快又再嚟啦，入埋啦嚇，咁好快2-0。咁何爾喺呢個情況之下，佢點算呢？佢自己點樣調整？其實佢失誤咗之後咧，明顯你見到佢個身體語言都係即係沙冧啦。咁但係其實佢都調整得好快，佢再之後掹波嘅時候咧，其實都係盡量想唔好再失誤之餘，想為球隊貢獻翻更多嘢。所以其實去到賀爾頭先係啦，去賀爾去到30分鐘嗰個遠射咧，就係佢內收去到中場嘅位置啦。跟住然之後轉身見到有空間就即刻起腳射門。喂，其實呢個佢以往唔多噶，有時試下，但係唔多噶。咁呢個入球係點樣逼成啊？就係賀爾自己逼成。嗱，呢個就係自己令自己成長啦。出咗大禍，自己去救翻少少都好啊，係嘛？救翻一球波翻嚟，透過呢個世界波入翻，就係一個去到2-1。咁其實去到2-1咧，呢個比數咧，對於東方嚟講唔算太衰嘅啊。咁你起碼叫做咁樣過到半場嘅話咧，咁就不至於太差咁樣。咁所以賀爾嘅情況就係咁樣。咁我覺得可以讚翻佢少少，就係佢雖然咁樣瀨咗大嘢，但係佢之後嘅發揮亦都係越趨穩定咗。即係起碼一個球員佢出咗咁大件事咁出醜嘅時候，起碼佢之後可以喺比賽裏邊穩定翻情緒啦，入翻波啦，喺再之後嘅比賽嘅時間裏邊繼續穩定地表現翻自己啦。咁呢個心態係強噶，係硬噶，呢個心態係唔容易噶。咁多人望住你犯錯，然之後你自己可以企翻出嚟，自己企翻起身，咁呢個係難噶嚇。咁其實領先咗之後咧，講緊大埔咧，佢哋前場其實好有成效，佢哋嘅逼搶，因為對方東方就後防有啲慌張啊嘛。咁而且佢哋喺後防用個波嘅時候咧，都失誤都幾多喺早段。咁所以其實令到接連嘅逼搶，令到東方喺後場去捱打。咁喺呢個時候咧，東方亦都好巧妙地，即係佢哋啲球員又經驗又豐富啦，所以其實佢哋喺上半場落後咗2球之後咧，其實佢哋嗰個捱打嘅狀態，佢哋係有啲方法去應對。大家應該留意到呢場都好多人談論，就係一啲犯規嘅動作，或者大家都踢得真係比較粗野啲啊。咁其實一開頭就冇乜嘢，但係當大埔領先咗2球之後，令到東方有啲慌張嘅時候，你見到啲球員咧，佢都想，即係講緊東方嗰邊，佢都想打斷你啲節奏。哇，唔俾你踢得太順啊，大佬，你班友咧，真係踢得順啊，有信心咧，大佬7球入到噶嘛，真係唔可以俾你踢得太順。所以東方嗰班都真係有經驗，佢利用一啲真係攔截上邊稍微辣少少。真係埋身，真係狠少少，狼少少，勇少少，咁令到大家咧開始喺個氣氛上邊咧就燒着咗嚇。咁唔係去到全武行，唔係指呢樣嘢，但係大家去到氣氛咧燒着咗之後咧，就令到對方咧佢集中精神去比賽嘅時候，嗰個情緒咧都會打斷咗個節奏。咁呢個應對方案咧，
其實咧都係未必係盧比道嘅安排嚟，係場上邊嗰班所謂真係好有經驗阿梁振邦啊、阿輝啊佢哋、阿聰啊佢哋嘅身體語言或者佢哋嘅帶領，希望啲隊友或者佢自己都以身作則咁樣做嘅情況之下，就令到嗰場比賽就走咗去嗰個 vibe 度。嗱，我而家唔係話咩始作俑者，唔好誤會，因為利用一啲方法去打斷對方嘅節奏，利用一啲方法喺規矩裏邊點樣去控制場賽事，呢個係容許嘅。而且我覺得佢哋係咁樣做呢，其實亦都係聰明嘅做法。當時如果東方佢再唔打亂對方嘅節奏嘅話，其實係4-5-6噶，因為仲有對方係不斷嚟嘅，唔係淨係盧卡斯嗰兩球，係輝都救咗一啲險球啊，都係好危險嗰啲波，因為係嚟自於東方後場嘅犯錯啊。所以我覺得東方大埔前場逼得好啦，上半場啊，真係耗盡咗佢嘅體能去逼對方啦，然之後令到對方犯錯好多啦。然之後東方嘅應對啦，啊，透過佢哋嘅身體對抗啊、攔截啊、埋身啊，咁樣又令到個節奏又打斷晒啦、混亂咗啦，大家變成一場亂戰得嚟係幾有質素嘅亂戰啦。咁所以呢個 topic 上邊呢，我覺得呢兩隊都值得去讚賞，因為佢哋係好好地大家用自己嘅方法去到喺呢場波裏邊爭勝，呢啲係爭勝心咯，兩隊都有爭勝心。即使東方早段落後2球，你都見到啲人冇放棄，你都見到佢哋就係同你再硬砌咯，唔放棄啊，仲有時間啊嘛，係嘛，仲有咁多時間剩。咁所以呢個抵讚嘅兩隊都好啦。之後嘅下一個 topic 啦，就講到下半場出嚟，其實大埔開始個勢係偏弱咗，因為好明顯上半場真係扯爆咗少少。咁然之後，尤其是下半場出嚟，仲要東方係1-2，咁即係話個希望喺度啦。咁然之後其實大埔只能夠把握住一啲零星嘅反擊同埋快攻。咁其實55分鐘咧，依嗰個入球係相當之精彩嘅，但係都真係靠一人之力。嗰一人之力就係馬卡雷拿啊，即係定係聽個名啊，馬卡都真係充滿男人嘅力量啦，係嘛？年輕嘅觀眾唔明我，未必明我講咩嘅，可能係你有時行過萬寧，你會見到啲保健品嘅啊，俾啲男士食嘅，咁嗰啲有兩個字咧，就係阿馬卡雷拿馬卡啦啊，咁所以咧就馬卡雷拿一個喺右路，3個東方球員埋嚟夾，佢先逼走咗2個，然之後臨咩推過埋梁冠聰，即係一個過3個推散晒，然之後分到落去中路 Philip 呢個波又係傳得好靚噶，啱啱好佢喺中路位置，佢就見到伊高喺左手邊插緊入嚟，然之後何爾失咗位噶啦，何爾失咗位嘅時候 Philip 係啱 chip 個過頭波過晒何爾個頭，手都冇得手，完全冇得跳，頂都頂唔到啊！好靚咁落到去啊！伊高腳下邊，伊高控順直接攞個尾柱搞掂，成件事個 flow， 馬卡雷拿嘅力量速度，然之後陳肇鈞中間冷靜傳得好好嘅傳球能力，跟住然之後最後就係伊高沙托尼嘅 finishing 冷靜又係咁去到3-1啦，呢球波係相當之具觀賞性，係絕對我覺得呢場波。6個入球裏邊，我覺得呢球波個組織係最靚，呢球波個組織係最好嘅，好明顯個 flow 係打得好好，即係球員之間個化學作用，我哋喺度體現到出嚟。入嚟個時間幾好啊，伊高係嘛？即係唔係早咗，冇早到，冇遲到，啱啱好啊 ，very good。咁好啦，講到呢度咧，就係3-1啦，大埔。咁好多人球迷討論喎，喂，好多球迷喺 IG 都有問我，即係都問話，喂，大埔呢場最後。去到3-3俾人追平，係唔係因為3-1之後太保守啊？係唔係因為阿堅 Sir 啊，又係嗰種阿堅叔啊，係嘛？即係縮翻後啊，叫做阿堅 Sir 領先，即係縮翻後嗰種心態啊？我就覺得一半半啱唔晒嘅呢個講法，因為去到3-1 55分鐘，其實你要睇翻個視覺就係，就算唔出現3-1都好，其實大埔去到下半場，佢都開始呈現咗一個收後嘅形勢，因為佢哋嘅體能其實撐唔到太耐啊。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同埋佢哋係領先嘅一隊，佢哋順勢嘅。
其實都係順勢嘅，對方一定衝出嚟嘅。咁你唔順勢收翻後，其實係又係攞嚟睇死咩？係咪先？咁其實去到攞到3-1個比數，對於大埔嚟講都係 bonus 嚟嘅，都係一個好好嘅驗疏球嚟嘅。然之後咁好啦，其實你反應唔切啊！你55分鐘3-1，然之後其實你做到幾多反應啫？你得5分鐘時間，其實對方3-2啦，就 Timmy 嘅入球啦，係咪 Jojo 嘅左手邊嘅落底嘅傳中？咁好啊，3-2 60分鐘，然之後去到65，盧卡斯要受傷啦，退啦，即係要換落嚟啦。咁你其實中間只係得10分鐘俾你應對。咁中間10分鐘，你球員熱身要幾分鐘，支支助助搞啲搞路，其實嗰度已經個戰情變化，你好難喺個教練嗰個位置上邊即刻做到啲乜嘢，即刻嘅轉變。所以我自己認為，由3-1到3-2到盧卡斯傷退，其實呢個過程咧係順勢而為嘅啫。即係 2-1、3-1、3-2，盧卡斯傷退呢10零分鐘至20分鐘嘅過程，其實係一個順勢而為嘅過程，即係一個側出嚟，東方就要冚啦，然之後大埔偶然把握到一個突擊啦，跟住然之後東方再下對叫做再加力啦，撳翻上去啦，又俾佢入到波啦，然之後盧卡斯意外地受傷啦。咁呢度有一個意外位就係咧，盧卡斯俾人抬出場嘅時候咧，嗰個救護人員唔夠力啊，抬咗。大家一起一抬嘅時候，前邊嗰個哥哥咧，哇！發現盧卡斯個上身好重，然之後盧卡斯即刻成個擔架上面跌翻落嚟，跟住好陰功，跟住之後勁似嗰啲 YouTube 平時嗰啲咩嗰啲咩有趣足球 moment 嗰啲，成日都有呢啲情況啊嘛，上個擔架跌翻落嚟啊嘛，嗰個救護員唔夠力啊嘛，跟住盧卡斯即刻耍手擰頭就話：喂，唔要啊，唔使你抬啊，我自己行走得啦，大佬跌鬼死我，真係仲傷上加傷。咁呢個就插曲嚟嘅，幾好笑啊！咁呢個時候，我諗堅 Sir 有兩個選擇，一係佢想維持前場嘅反擊力，前場嘅牽制力，擺翻啲快嘅球員落嚟；一係而家3-2，仲有成25分鐘，擺多個中堅落嚟就捱到尾。好啦，喺呢個視覺情況之下，大家如果你係堅 Sir，你會選擇點揀呢？如果話換啲後備出嚟係前線 keep 住有牽制作用嘅，咁但係事實上佢係咪真係交到牽制作用呢？佢可以選擇嘅人選有李樂謙、尼高拉斯、鐘偉強呢一啲呢，就係喺後備方面呢，大家睇個名你感覺到應該具牽制能力啦嘅球員。咁好啦，另一方面就係你一係擺多個中堅落嚟，就係擺一個外援嘅莫雷拉落嚟。咁擺落莫雷拉，咁最後佢嘅選擇係擺莫雷拉落嚟。我唔可以話佢錯晒，因為你就算擺李樂軒、尼高拉斯、我話鐘偉強落嚟都好，你可唔可以確保到佢喺前線發揮到盧卡斯一樣發揮到嘅功能先？又未必得㗎喎，係嘛？變相我唔質疑呢幾個。年輕球員，我話即係鐘偉強啦，鐘偉強唔年輕啊 ，OK， 咁但係我唔質疑呢幾個球員咧踢逆風嘅能力啊，咁但係喺嗰個 moment 上嚟踢一場咁關鍵嘅大戰，佢哋係咪 ready 可以即刻交到咁嘅牽制力出嚟先？嗱，呢個就係我唔 question， 但係堅 Sir 嘅考慮似乎佢認為，喂，不如係咁，我擺個外援喺後邊，塞滿啲個位。好似合理啲喎，我自己代入堅 Sir 嘅角度個諗法，當時佢嘅抉擇就係咁樣，所以其實兩睇㗎，即係我哋用結果論，就係話堅 Sir 縮到領先啦，都俾人追和啦。但係如果某個入球，譬如假設個12碼唔出現咁嘅話，最後係3-2嘅話。咁會唔會堅 Sir 賭得贏呢？你可以講，所以其實呢件事你用結果去睇就好似堅 Sir 做錯決定，但係如果你用當時嘅視覺去睇，會唔會其實堅 Sir 都係用當時佢得到嘅資訊或者當時佢嘅情景之下，佢做一個佢認為最合理嘅決定咧？咁呢個交俾大家討論啦。即係我又覺得係兩睇嘅呢件事，冇話一定錯或者一定啱，純粹大家如果用3-3嘅角度去睇就一定拗死佢錯啦。我又覺得未夠嗰個
宏觀地去睇成件事。我自己覺得用莫雷拉落嚟頂。OK 咯，只能夠講係嗰個選擇嗰刻嘅選擇底下。當然你仲有冇啲 alternative， 仲有冇個 plan C， 你都可以講下嘅。但係咧換咗落嚟之後咧，其實就道古尼再撐翻前咗啦。佢盡量希望個結構唔好企得太多中間，佢盡量希望個禁區頂都有人，即係將道古尼推翻出去。咁所以就。所以係啊，佢擺入嚟，佢唔係話將踢3個中堅4個中堅，唔係咁樣噶，反而佢就將道具推翻出去啦，因為佢可以變換啊嘛，咁咪上翻去咯，個禁區頂度遮咯，咁你事實上見到東方好多遠射係射晒落大埔啲中路球員度噶，因為全部血肉長城啊嘛，係咁就遮晒線啊嘛，咁所以嗱呢個話題上邊就暫告一段落，大家都可以慢慢討論。好啦，跟完之後咧就去到下一個話題，就講緊 JoJo 嗰度啦。JoJo 喺下半場咧係絕對係一個東方能夠追得翻和嘅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 factor。喺下半場出嚟嘅時候咧，其實亦都見到好多東方嘅球權咧都集中晒喺 JoJo 嗰邊不斷打噶。其實喺2-1出翻嚟，即係半場出翻嚟之後，其實都已經集中緊打緊噶啦。即使失波去到3-1之後咧，其實係費利普薩同埋阿歷斯祖係冇放棄過，不斷喺個左路打二人配合。打 1-2， 然之後不斷揾45度角揾空間，不斷送啲波入去，不斷去攻擊大埔嘅右後防位置。嗱，其實咧呈現咗一個畫面，就係東方嘅左路 versus 大埔嘅右路，就係費利普薩搭住阿歷斯祖 versus 馬卡雷拿搭李家豪。結果論去睇，就係東方嗰邊贏咗，因為幾次嘅機會都係出現晒喺阿歷斯祖嗰度。馬希偉嗰個入波啦，就係費利普薩撩到人中撩到出嚟，俾到 JoJo 啦，然之後就衝入去，能夠做到助攻啦。咁就門前 tap in 啦，Timmy。咁然之後就去到12碼啦，亦都係噶，亦都係嘅。咁就係費利普薩擠個過頭波落到去底線，然之後 JoJo 衝入去攝咗個位先，然之後博到12碼啦。咁啊最後就巴科爾能夠搞掂咁樣。咁所以喺嗰段時間，反而你話如果要拗咧，或者如果要你話你 judge 阿堅 Sir 喺個部署上邊有啲乜嘢瑕疵咧，可能其實就係呢個位，可能右後防嗰個位未必及時有好大嘅反應去制止艾斯祖再繼續活躍落去，反而呢個位可以討論下。即係呢個位我覺得，如果我覺得下半人出嚟見到嗰個位爆爆地嘅話咧，其實係真係有得諗，係要諗個辦法點樣可以再配搭多啲人手落去協防嚇。咁呢度我覺得反而呢個位可以傾傾啦嚇。好，跟住落去就講起12碼啦，就講翻12碼嗰個研判到底合唔合理，到底呢個判12碼啱唔啱？就係講緊阿歷斯祖入到禁區裏邊，馬卡雷拿從後嘅一個碰撞，球證就直指12碼點冇睇機啊。先講咗個情況係點，然之後再講下嗰個 VAR 嘅情況啊。咁呢下咧就入到去就係阿歷斯祖其實攝咗個位先，個先機佢佔咗噶啦，已經佔咗噶啦。咁馬卡雷拿就協防啦，佢一定衝翻嚟協防，好勤力噶嘛。佢衝翻嚟協防嘅時候，佢毫無疑問係一個從後而嚟嘅角度咧係好下風，只要佢掂到下咧都唔掂咁滯噶啦。咁仲要嗰下咧，就馬卡雷拿去到埋身嗰下咧，佢都肯定掂到。再加上自己個人覺得 JoJo 嗰個 moment， 其實佢咧係好難立得翻個波噶啦，立得翻咧都好容易俾人搶得走。嗰下佢都索性真係等你埋嚟，幾驚你唔撞我。同上次阿哥斯達對東方，即係南區東方嗰次一樣。喂，你飛晒埋嚟，幾驚你踩我唔中啊，大佬！阿歷斯祖都係，我落到去底線，個波又未攞定，馬卡雷拿後邊嚟，我幾驚你唔撞我，你撞我跌噶啦。哦，結果真係撞。咁嗱，你可以話你應該係話你覺得個插水有你嘅感覺喺度嘅。佢亦都有放大嘅動作，亦都有佢嘅原因喺度。球證係直接判，咁球證嗰個角度認為，哇！咁你從後撞埋去，咁判亦都係你唔可以話佢錯嘅，亦都係嗰樣嘢。好啦，咁你會話佢睇唔睇機嘅問題啊？大家必須要清楚明白喺咩情況之下可以睇機啊！再一次講，喺咩情況之下可以睇機，就係當VAR 房裏邊咧發現咗球證有一啲明顯嘅遺漏同埋錯誤啦，
啊，咁就會 call 球證去覆核嘅。咁如果當球證係認為佢睇得好清楚啊，佢睇得好清楚，然之後佢話翻俾房聽，我睇到，我認為係，咁呢個咧就不構成明顯嘅遺漏。咁所以咧，房嗰邊咧其實亦都係冇乜理據去建議佢去睇啊。不過另一個角度再睇一件事，就係當如果比賽去到關鍵嘅時候，出現呢啲咁嘅12碼或者爭議嘅入球判罰啦嘅情況咧，基於更容易管理比賽嘅氣氛或者係情緒嘅情況之下，球證係可以係去睇機。即使睇完機之後維持原判咧，喺球例裏邊咧，亦都係許可嘅，寫咗嘅。VAR 嘅 protocol 裏邊係寫咗，就算你維持原判，都係可以去睇機。不過呢位球證據我認知，過往嘅賽事咧，佢多數都唔會咁採取呢個措施，除非佢有明顯嘅遺漏。所以佢多數都唔會採取呢個，佢比較傾向相信自己嚇。咁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呢個 VAR 個程序就係咁樣樣啦。去到下一個 point， 去到調翻轉咯，另一樣嘢咯，又去翻 Jojo， 今次 Jojo 守馬卡雷拿嘅半單刀，我話單刀機會咯。好啦，咁有啲球迷會話：哇，你係咪尺度唔一致啊？頭先嗰下阿力斯祖咁樣俾阿馬卡雷拿輕輕撞下入盤，然之後調翻轉馬卡雷拿有一個咁嘅單刀機會，我話半單刀機會俾阿力斯祖係咁樣掹住佢都唔判犯規，唔判紅牌。啊，係咪雙重標準呢？咁樣嗱，喺呢個情況咧，要研判下嗰個情況係點樣。嗱，馬卡雷拿當然衝咗出嚟啦，已經算係都半單刀或單刀噶啦，已經都。阿力斯祖咧又係從後而來去追嘅。咁阿力斯祖咧其實速度上邊好下風啦，已經唔係好追到。咁但係阿力斯祖咧，首先從要當時係未入禁區嘅，禁區外嘅離門大約30碼左右，30碼至25碼左右啦，嚇。咁當時阿力斯祖選擇嘅方式係用隻手不斷纏住佢，佢唔係掹實佢，大家要留意翻近嘅，留意翻，佢不斷纏住佢，即係點啊？整下佢啲腰啊，或者整下佢啲踭啊，佢又唔係掹實啊，但係係咁又撩佢，整佢，係咁又干擾佢，令到馬卡雷拿係好被騷擾嘅。然之後最後一下 Jojo 再加速嘅時候，等阿馬卡雷拿準備起腳嗰下咧，先再埋去加力用手咧，再干擾佢嘅。咁由頭到尾咧，馬卡雷拿係冇跌低嘅。咁就算咧，真係你話哇涉及一個普通犯規嘅情況咧，其實球證多數傾於唔吹，因為咧球員又冇跌低，冇理由吹停場比賽踢罰球啊！你咁樣吹法嘅，馬卡雷拿都唔同意啊，因為佢去緊噶嘛，大佬啊，佢去緊可能入波噶嘛，所以係冇可能吹停場，冇人吹停場波喺嗰個情況，除非阿力斯祖將阿馬卡雷拿完整地掹低。如果嗰個 moment 阿力斯祖將馬卡雷拿完整地掹低，雖然未入禁區，但係嗰個波應該好大機會係紅牌嘅，因為都 last man 啦，算係一個多數噶啦，嗰度基本上都好大機會紅牌嘅。咁但係冇喎，事實上當時馬卡雷拿係已經係立體心腸開行 turbo， 已經嗰個人係上晒力，哇諗住入過呢個波，咁但係最後就影響咗阿力斯祖個防守，係影響咗馬卡雷拿出腳質素，反而呢下係冇得吹之餘，我想讚翻阿力斯祖個防守做得好啊！呢下呢下阿力斯祖個防守做得好啊！即係佢明顯係咁下風嘅情況之下，佢冇用一個好大嘅動作防守，而又干擾到馬卡雷拿，反而呢下先係好啊！所以其實最後選呢個 MOM 選咗阿力斯祖，除咗佢有兩個入波上邊幫到隊波，有一個助攻，一個搏到12碼之外，呢個防守好重要啊！呢個防守先係令到真係東方呢場波攞到1分嘅好關鍵嘅一下嘅動作啊！咁所以呢，就係咁樣啦。呢個話題上邊，如果你問我嘅，我傾向認為係冇問題嘅呢個波。阿力斯祖嘅防守做得好添啊！嗱，不過咁樣啦。呢場波咧，球證都我覺得喺好多位置上邊，又喺運動戰啦，唔係講緊12碼嗰球波，喺好多其他位置上邊鬆咗手啊！我自己覺得啊，即係都令到大家都踢得都真係比較辣啲啊，而且都真係好配合到個氣氛啊！即係成場波嘅氣氛就係一場大戰嘅氣氛咯，就係落嚟同你搏命嗰種氣氛，所以大家都加晒辣味嘅踢到。
我有少少覺得去到最後完場嘅時候，華為迪走去踢阿高明浩嗰下咧係幾肉酸嘅啊！因為嗰下明顯完咗場，其實係冇必要咁做。高明浩咧，即係作為一個後生仔，佢當然佢冇得點樣起你講啊。咁但係嗰下即係其實係大家鏡頭係捕捉到，而且嗰下係行為上面，我覺得係有啲問題咁樣做啊。因為其實嗰下吹完場嗰個位置有必要一嘢掃落去咩？啊咁可能都真係受氣氛影響啦，就令到令到阿華為迪做啲咁嘅事啦。咁但係高明浩都真係俾佢成個踢到飛起咗啊！咁但係都咁講啦，誰是誰非啲？除咗呢下之外，其實喺呢場波裏邊，兩隊都涉及咗好多一啲即係所謂 dirty 嘅行為啊！真係一個球賽裏邊一個 dirty 嘅行為啦。咁你話係咪去到好嚴重嘅暴力咧？又未算。未算到好嚴重嘅暴力，但係就係嗰啲嗱喳嗰啲咯。巴科爾肯定有呢啲㗎啦，係嘛？大家睇咁耐都知啦，佢就係 draw foul 同埋搞興你啊嘛，同埋好多呢啲嗰啲埋嚟埋身嗰借啲意嗰啲啊嘛，即係佢又係有呢種嘅特點喺度嘅。咁你有時所以就話你比賽裏邊你遇到呢啲對手又係覺得好麻煩，呢啲對手你守佢都覺得好麻煩，真係好掹整嘅守呢啲球員，我相信係。即係我自己平時踢街波我都係踢防守，我踢中堅。有時即係對嗰啲類球員我都係覺得幾掹整嘅，我都會覺得。咁所以但係呢個就係佢自己嘅風格咯，佢就會搞到你咁樣，然之後佢又發揮到佢自己咁先難搞啊嘛，係嘛？好啦，最後呢個 topic 咧就係講緊阿堅 Sir 啦，同埋盧比道啦。嗱，賽前兩個真係好 friend 咁樣攬埋啦，係嘛？咁然之後就傾咗一輪，賽後都好 friend 攬埋喎，即係你感覺到嗰種兩個人好似睇咗一場好精彩嘅大戰，然之後兩位軍師就係即係阿諸葛亮同阿司馬懿兩個咁樣，識英雄重英雄咁樣，大家真係空城計啊！你坐喺樓上，然之後我喺下邊大隊軍隊，然之後大家互相望，係啊，我而家就暫時放你一馬先，打成平手啦咁樣，個感覺就係咁樣啊！即係盧比道咧就喺城牆上邊彈緊琴嚇，雖然咧城裏邊好空虛噶啦，我哋東方今日咧都出晒事噶啦，犯晒錯咁樣啦，下邊係大軍壓境啊，咁堅 Sir 下邊坐擁咧就各路嘅名將啦嚇，又有張合有勝咁樣啦嚇，咁然之後咧就睇住咁都咬你唔入，有少少驚，攻得太上又驚你反擊咁樣你又有你嘅方法我入咗城嘅有埋伏啊點咧咁樣，咁所以就當然咧球迷就話養虎為患啦，係嘛？專登放生佢係嘛？咁唔會，堅 Sir 唔會啊。咁賽後咧就引致到賽後嘅啲訪問咧都有睇到下，攆到少少。嗱，堅 Sir 咧去到賽後嘅訪問咧，明顯佢之後咧俾人問到，即係大好嘅戰局啦，煮熟咗嘅鴨子飛走咗一樣啦。咁佢都少少，你睇啲字都見到佢啲怒氣啦，係嘛？即係足球比賽就係咁樣噶啦，佢就話係嘛？唔可以失分嘅咩？而家係嘛？利物浦失分啦，係嘛？即係佢個感覺就係有少少，3-1有埋燕梳球。即係都仲係爭少少，都係贏唔到都係要和局，都係俾你執翻身材。佢又覺得有啲唔抵咁樣，咁盧比道梗係執翻身材啦。佢又可以幾好噶啦，好滿意噶啦。雖然有犯錯，但係我哋能夠力挽狂瀾咁樣。咁所以你見到就嗰種氣氛好好咯，連啲教練都好投入啊。咁整體嚟講個 topic 就係咁樣啦。球員們就我諗各自踢咗半場好波啦，上半場就大埔明顯係個勢好強咁然之後下半場東方就上演一個追逐嘅之旅，然之後救贖翻自己喺上半場嘅錯誤啦，咁就仲有啲球員都有後備上陣，都有可以提下嘅。咁顧彬啦、林顯庭啦、賓紀文啦，都喺下半場有後備上陣。咁其實去到下半場咧，就Fegor 落嚟咧，同何爾其實算係打咗個雙防中。咁然之後顧彬喺前場幫手掕下波咯，幫手穿透下，將啲波運翻去左手邊，俾阿 Jojo 不斷輸出佢哋火力咁樣樣。賓紀文就右路算係一個拉邊點啊，但係就佢不嬲喺東方咧打拉邊嘅位置咧，其實就唔算係好進取。但係呢個我覺得可以理解，因為之前其實踢港會又係呢場波，其實有時都係就係當賓紀文拉邊。然之後何爾收中間，其實變相令到個中後場喺邊路防守上面少咗個人。咁如果佢哋喺右路好容易失咗個球權，或者好容易將個球權
踢咗出去，然之後人哋好快打反擊嘅話咧，賀爾同賓基文係兩個都翻唔切㗎，右路嘅位置係空咗出嚟嘅，係完全俾對方不斷走嘅。伊高沙托尼其實嗰個入波咪就係呢個情況咯。3-1嗰個入波就係馬卡雷拿喺嗰度好快穿咗出嚟，俾翻中間陳肇鈞喺中間，然之後賀爾其實都仲喺中間，都未翻到個右後防位置，已經撩咗個高波過咗去，然之後伊高咪空晒咯。即係佢哋其實都有辣有唔辣，佢哋個變形咧，當佢一失咗波攻轉手嘅時候咧，就會有呢啲情況出現，啲球員補位補唔切，所以賓基文踢嗰個右路嘅位置，佢叫做穩陣地拉到邊，但係佢未必能夠好進取地出波，或者佢唔敢好進取地去用個波，保守少少佢會傾向睇下對手咯，睇下情況同埋戰局而定咁樣。好啦，呢條片嚟到呢度，哇，講下講咗9個字啦，唔覺，我仲以為自己講得好短嘅，今日都好攰，但係都講咗咁耐，好啦，咁你都 comment 講下你對呢場波嘅感受係點樣？我相信都好多球迷有喺 Threads 嗰度都好多人發表啊，咁希望你喺 YouTube 都發表下啦。課金支持小弟，少少嘅支持多多嘅鼓勵，subscribe channel 咁翻鐘仔就冇錯過下一條片噶啦。咁課金嗰邊就無論 PayMe 定 FBS 轉數快都可以嘅。嚟緊就係精英杯4強嘅賽事，咁喺週中星期3啊。都係旺角場嘅夜戰，我會喺現場睇波嘅。咁大家見面嘅打下招呼啦。咁如果你見到我個樣好似冇乜反應咁啊，你可以叫一叫我噶。因為其實我唔係，我有時個人冇乜反應嘅時候咧，係比較嘔少少。你一叫我會醒翻，同埋有時又攰啊嘛，翻完工啊。好啦，咁到時球場見，記得入場啦，入唔到場可以睇直播。咁呢次都係另一次嘅 JSL 嘅直播啦，咁希望你哋都支持下佢哋啦。咁喺網上邊嘅 comment 係手下留情啦，令到佢哋有一個開心啲嘅童年啦，唔好俾小朋友留咁多陰影。好啦，呢條片嘅時間嚟到呢度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